13曲是最记录客家后生人台当本目设计做梦的人生故事。13曲也是由后生陶杰用后生人的看法做出来的影响作品。刘思飞好跳舞的4拉耶，上鬼声人都跳下去。双子5期的4人车提高班集踢球，和欧亚中东各国看到的带进来台湾。彭延庆一个热情的后生人，因为想救世界，做了一道奇奇怪怪的梦想。2010年的13曲客家创业做梦的故事，6個後生陶傑設集無同樣嘅後生夢想，後生人嘅夢想就將打開一扇扇世界嘅窗門。後生人讀到後生人揾不出乜嘅東西。13曲客家創業做夢嘅故事，是建議13期10，但禮拜六下午頭7點半看13曲，看無奇不有嘅文化嘅報。